来看咱国内今年已经有超过783万人为着武汉肺炎病毒，有12000多人重症，拢爱靠呼吸器来救命。也毋过病院的呼吸治疗师到今还未领到防疫奖励金哦。今仔早起，全台湾10多间病院的工会代表开记者会，伊呼吁讲政府应该公开说明发津贴的标准，面对医护人员的辛苦，千万唔通船过水无痕。 呼吸治疗师对于 COVID-19 患者的付出不亚于其他职类，从重病到恢复都需要呼吸治疗师亲自评估。伫记者会现场讲出呼吸治疗师 RT 伫疫情期间的付出，甲可能为着病的风险。有过落来医疗工会7月召开记者会，讲中央当初是承诺针对参与重症病人照护的 RT 有奖励制度，但是疫情到今也有基层人员无分到。时间拖了很久，我们现在。 才要来支领110年5月以后的奖励金，那但是核发下来的结果也跟我们临床实际照顾确诊病人的人数不符合，普遍性的政策性的问题。 而非发生在个别医院的零星个案。工会表示，因调查48间病院，发现有5成以上有这款状况，甚至伫台北市调病院减发100万，呼吁中央爱出面解说，而且设立相关管道，互基层有通反映意见。医院呢，它必须要在我们所规定的医院管理系统里面，我们所看到它四类的病房，也就是专责病房、专责加护病房、加护病房跟隔离病房。 再来第二个是他要上法传系统嘛，再来也就是健保，所以可能要请他们去看一下医院的申报会不会是医院他自己这边，如果医院有来询问，我们都会提醒他这几项要再回去检查。卫福部表示，目前奖励金已经发到今年7月份，由病院分发 RT， 针对反映意见管道的部分，也有联络管道伫卫福部的网站通使用。记者郭伯君、丁玉水台北报道。